今天我们来修这个普巴金刚。普巴金刚呢是藏语，藏语的普巴金刚呢，它这个翻成中文的话叫做普巴，就是这个我们的金刚诀。一般来讲它的名字叫做多尔杰雄呢，多尔杰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金刚如筒的意思。那普巴金刚的这个缘起呢，就是我们相传古时候有一个这个狮驼岭，当中呢住着一个大力鬼神。这个大力鬼神呢具备了3头6臂，然后呢这个背后还伸出这样的一个翅膀有4角。那住在狮驼岭，来危害3界有情众生。那这个我们的金刚萨埵这个伽玛黑尔嘎，为了降服这个大力鬼神呢，幻化出普巴金刚，现在我们所称的普巴金刚的法相，跟他这个大力鬼神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法相，来降服或者是摄受这个大力鬼神，是降服这个鬼神，这个来阻断他危害3界有情众生。所以呢这个普巴金刚的由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每年的这个年中呢，我们或者是这个地方有出现大的瘟疫或者是大的灾害，自然灾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修这样的普巴金刚。那每年年中呢，同时呢在西藏各个寺庙都修这个普巴金刚，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护法，来消除众生跟所谓的这个信众为主的所有的众生的这个旧一年当中的恶业习气障碍，还有我们的病痛这个为了消除这些，然后呢举办这样的一个法会。所以呢我们也今天的这个法会的缘起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传统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需要而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法会。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法会是这样的一个缘起。阿弥陀佛。